將個單位轉翻做傳統嘅住宅出租嘅話，其實更加符合市場嘅需求同埋經濟效益。大家好啊！咁如果大家最近有關心新聞咧，留意到政府最近向咗立法會提交咗個建議書啦，有關簡樸房咧，佢哋嗰個執行嗰個計劃細節都開始已經有咗個定案啦。咁政府建議咧，其實就住嗰個居住面積啊、樓底高度啊，佢已經有一個實際嘅數字俾大家參考啦。咁同之前可能草擬階段有少少唔同，佢今次放寬咗少少，就係嗰個窗口嗰個向住街嗰個規定啦。今次可能放寬有啲部分窗戶向住天井，而個天井可能喺個地下有個通道嘅合乎一個原則下咧，佢都可以通過咗呢個簡樸房嘅認證嘅。咁另外咧都會放寬咗少少，就係嗰個寬限期啦。之前可能計劃政府要求咧立法之後要12至14個月內啦，嗰個業主需要去將個簡樸房去認證啦。今次個寬限期會長少少，去到可能36個月嘅。咁變咗呢個時間可能有個緩衝啦，等嗰啲租客如果真係嗰個物業唔符合咗簡樸房嗰個認證嘅話咧，佢哋可能又要揾一啲時間去揾樓。咁呢36個月可能都會足夠嘅。咁第二咧就係如果呢啲業主可能喺呢段時間，佢哋亦都可以諗一諗啦，會唔會將呢個單位收翻嚟去改裝？咁變咗佢哋亦都有個緩衝時間可以去處理呢個情況咯。咁變咗可能就唔會好似之前好多人擔心咁，就係一立法咗之後，好多房屋可能變咗唔合規格，造成好多租客要揾地方搬，唔夠時間揾，或者可能突然間做到供不應求嘅情況咯。咁我自己觀察啦，政府呢個方向咧，其實都幾下定決心要將簡樸房去慢慢去 upgrade 同埋規管化，令到一啲市面上嘅劏房咧，要符合翻一啲即係最低標準嘅居住要求啦。呢個大方向我諗都政府應該唔會手軟嘅啦。變咗喺市場上嘅投資者可能經營緊劏房，可能都要諗一諗會唔會改變策略啦。因為個門檻越嚟越提高啦，佢哋要諗一諗值唔值得再花筆錢去將呢個物業去符合翻呢個而家法例嘅要求。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退而求其次，將個單位轉翻做原本嘅住宅單位，再次放租，可能反而更容易嘅。因為最近如果留意到住宅嗰個租務市場，都會見到啦，傳統嘅住宅嘅租金其實都一路都升緊嘅，咁同埋嗰個需求都好大嘅。特別喺新嚟港嘅學生啦，或者一啲專才啦，佢哋對租務市場住宅嘅需求好大嘅。咁同埋佢哋都有個慣性，都會選擇揾幾個人去合租一個單位。合租嘅情況其實就唔會喺簡樸房嗰個規管下受監管嘅，反而如果呢啲投資者或業主將個單位轉翻做傳統嘅住宅出租嘅話，其實更加符合市場嘅需求同埋經濟效益，亦都符合翻政府嘅大方向，慢慢去將呢啲簡樸房去消滅嘅。